香港放題越嚟越難做。發現呢間火鍋店提供雞煲、蒸鍋、點心、火鍋，任食4小時，只係百幾蚊。大家又點部署？旺角地鐵站E2出口，向前行，見到奶路臣街，一直向前行，行到尾。右轉一直行。如果大家坐火車，可以喺旺角東站落車，向前行，見到染布街，再向前行，對面會見到好大個招牌喜聚，搭 lift 上1樓。平日都好多人，接近滿座。自助區有前菜、熟食。火鍋配料，蔬菜、烏冬、麵類、湯、各款甜品、布甸、豆腐花、雪糕。飲品櫃有汽水、啤酒。調味料都有好多種，最特別當然係綠歌山蔗汁。首先食雞煲，辣度可以選擇，雞件大件，惹味，唔夠可以再點，無限量供應。餸嘅一口牛，嫩滑，重牛味，建議不要太熟。餸嘅花膠扇貝蒸鍋。花膠唔算好高質，扇貝正常，整體上合格。火鍋同點心都係2維碼落單，有肉類、海鮮、點心。單點酒類。火鍋時間，我哋點咗牛、豬、羊、蠔、蝦。以放題嚟講，滿意唔差。位上魚翅灌湯餃，真係有魚翅，好味，鮮甜，足料。點心同樣任點任食。今期有新出嘅打卡點心，又食得又睇得，食物質素算高，味道唔錯，賣相吸引。食埋甜品真係好飽，好豐富。我哋今次食嘅係 B 餐，任飲任食4小時，成人178蚊，2位起，
另收加一服務費，詳細可以參考下。呢餐放題一個價錢4種享受，雞煲、蒸鍋、火鍋、點心，多元化多種類，仲有4小時慢慢食。以呢個價錢，性價比的確係高，交通方便，可以一去再去。請大家支持我哋頻道，訂閱、點讚、留言、分享，下條片再見。